明德有科學家的探究精神，喜歡從日常生活發掘科學知識。他按一下玩具機器人的開關，好奇地問：為什麼機器人會動？爸爸從機器人身上取出電池，默款說：因為它裝有電池。明德再按一下開關，沒有電池的機器人不能動了。明德拿起一節電池問：機器人就是靠這細小的圓柱體運作嗎？爸爸答：對呀，電池可以產生電力，讓物件運作。明德把電池放回機器人內，可是機器人還是不動。啊，原來他弄錯了電池的方向。爸爸解釋：你看，電池兩端分別印着加號和減號，加號一端的頂部突出，減號一端則是平平的。如果擺放不正確，便不能產生電力。爸爸一說完，明德就馬上在筆記本上記錄這些科學知識。爸爸突然問：考考你，還有哪些物件是靠電池運作的呢？明德想了想，一臉自信地回答：